最近金融市場好多人都有同一個感覺，走勢飄忽唔尋常。國際油價急升，霍爾木茲海峽部分封鎖，私募信貸市場出現限制贖回，唔少股份已經進入熊市階段。但主要股指一個消息可以大幅反彈，停戰消息出現，指數好似平靜返晒，有冇咁簡單？加拿大著名宏觀經濟學家 David Rosenberg 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入行，曾經擔任美林證券北美首席經濟師，及後創立 Rosenberg Research。對於目前嘅市況，佢用咗一句非常鮮明嘅評價：市場已經完全失控。喺我哋最新嘅訪談中，佢會分析點解今次油價同糧食供應嘅衝擊，下一步未必係通脹全面失控，而更加可能演變為需求收縮、通縮壓力同經濟衰退風險。點解聯邦儲備局目前嘅政策心態有機會重複2008年金融危機前錯判通脹同增長嘅歷史？點解美國勞動力市場其實已經出現裂縫，但金融市場仍然沉醉喺人工智能帶動生產力嘅樂觀故事之中？仲有好多重要觀點，我哋全部整合喺一份完整報告內，透過下方連結下載我哋整理好嘅 PDF 報告，完整掌握 David Rosenberg 喺市場、通脹、聯儲局政策、私募信貸同消費風險方面嘅核心觀點。同時，股市漁夫舉辦嘅4月8號長達個半鐘嘅專題研討會，全場爆滿。如果想聽重溫，都可以按片下面連結登記。我哋稍後會將段片分享俾你。我係股市漁夫導航員余文樂。喺下一次市場大幅波動來臨之前，先睇片學習身經百戰嘅人點樣為自己嘅決策建立一套清晰而理性嘅宏觀睇法。唔阻大家，我哋立即去片。當我咁樣做嘅時候，其中一樣最明顯嘅嘢，我諗你都提過，就係而家好唔明朗，係咪啊？就算係而家咧，都好難睇得出之後會發生咩事啦。但係似乎咧，好少地方可以避險或者尋求保障。當我哋仲摸索正在嘅時候，現金係咪真係唯一嘅選擇？你對避風港有咩睇法？而家仲有冇避風港？其實唔多，我諗原油同埋你知嗰啲能源股、綜合能源公司同埋勘探與生產公司，佢哋一直係好好嘅避險地方。而且類資產一直被低估，係你可以話係現金額，你知化肥。但係你講得啱啊！我意思係好多你以前會認為係，你知安全閥額、必須消費品額，我係話佢哋都開始轉勢啊！醫療保健係咪好似一啲睇落不相關嘅咁？係冇錯，醫療保健額，我意思就係你睇下，我係話黃金額一直被打壓，但係黃金。如果你仲記得當時有啲人好混亂，點解黃金會被打壓？喺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之後，因為當你收到補倉通知額要填補蝕錢嘅部位額，你就會賣走賺錢嘅資產。我係話黃金比起1年前仲升咗超過50%額，但係黃金通常我係話黃金喺歷史上一直係動盪時期嘅避難所，一直喺度打劫。我係話白銀呢係不嬲都係投機未比較重啦。你講得啱啊！你知公用事業嗰個可能主要係因為債券市場嘅情況，國債一直被打爛，好少地方可以避險。係都有個好好嘅問題，唔好意思。但係有一樣嘢我一定要講，有一個好正，我而家最有信心嘅預測，就喺美國啲地方買入短期債券。同埋喺加拿大市場預期會加息3次，樣嘢根本唔會發生。喺上個禮拜五收市，市場預期聯儲局下一步會加息。而家佢哋嘅言論好鷹派，佢哋只係得把口說，佢哋唔會真係咁樣做。英國國債嘅短期嘅收益率曲線呢，已經反映咗至少3次加息，同埋歐洲央行。所以我諗你想做嘅，亦都係我已經做咗嘅，就係同最近一啲預期央行會加息嘅交易唱反調。因為坦白講，你加息係為咗乜嘢？為咗壓抑通脹咧，到底要加到幾多息先可以解決種供應衝擊？特別係喺加拿大，失業率接近7%。喺美國咧，你可以話，因為勞動力減少，令到勞工市場正在將
但係美國嘅勞工市場其實已經出現裂痕。你睇，重供應衝擊、重通脹衝擊，將會喺勞動力市場遇到阻礙，並導致實際收入同支出收縮。咁所以個情況會引發經濟衰退，而各個央行亦都會隨之採取行動。你知樣嘢令我諗起啦，如果你回顧2008年夏天，歐洲央行其實喺7月嘅會議上加咗息。喺嗰次7月會議上，伯南克領導嘅聯儲局轉向咗正在縮傾向，仲有成日喺 CNBC 出現嘅達拉斯聯儲局主席 Richard Fisher， 佢喺雷曼倒閉前2個月仲投票支持加息。當時通脹嚴重，油價去到每桶$150，每個人都以為聯儲局一定要收正在政策，佢轉向正喺度縮傾向啦，證實咗一點。油價接近$150，通脹率接近6%，就唔使講我哋達不到目標，我哋接近3%。2008年夏天通脹率差唔多去到6%，每個人都因為通脹而發晒嘅，但12個月之後，通脹率竟然係負2%。如果你當時反其道而行，唔到會繼續正在縮，你就會賺到好多錢。所以我係想講呢，我一直咧喺一啲國家積極買入收益率曲線嘅前端啦。我覺得2年期國債今日已經接近4%，加拿大嘅2年期收益率已經比政策利率高出超過100個基點，所以市場已經反映咗好多淨係屬預期嘅，所以你唔會賺到大錢啦，明唔明啊？嗱，我計個數，我覺得買入一啲曲線嘅前端，加上滾動收益、利差收益同票息，你喺未來12個月可能會賺到6%。如果我舊年同你講，你可以好穩陣咁樣賺到6%，佢哋會望住我話6%得咁樣多。但我諗經過上個月好似坐過山車咁樣之後，你可能會考慮下，我係我目前最有信心嘅投資手法。咁樣我想問下你，個真係好有趣。咁所以你認為咧，即係通脹衝擊會好快轉化為增長衝擊，即使基礎設施受到損害，仲有嗰一啲無論發生咩事咧，一啲問題似乎都會一直存在。咁睇佢仲要一段時間。你唔認為嗰種通脹會成為一個問題？你認為佢會導致某種需求破壞？個就係你喺經濟上所做嘅賭注，係唔係？係，我認為我哋必須區分相對價格變動同絕對價格變動。所以你見到一啲冇法替代嘅嘢出現價格變動，燃料啦，仲有食物啊嘛，兩者之間係有關聯嘅，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顯然對肥料、磷酸鹽、氮等等啦產生咗影響，所以咧就將會咧出現啦吃品通脹嘅。順帶一提，吃品喺消費者支出中嘅佔比係能源嘅2倍，其實影響仲大，但係能源同食品係必需品，你根本冇得揾其他嘢代替。咁樣假設一啲佔咗20%喺消費者支出籃子入邊，其餘個80%嗰度嘅需求將會收縮。所以當食品同燃料一啲領域出現通脹，而且明顯會波及到其他領域時咧，你就會喺其他更核心嘅領域見到通縮，例如消費物價指數或者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因為聯儲局冇減息，同新冠疫情時唔同啦，聯儲局而家唔會就中價格衝擊，佢咁維持現狀。所以我睇正在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廣義貨幣供應量嘅增長率僅僅超過4%，並冇出現貨幣通脹。我哋仲有嚟自人工智能嘅驚人生產力，結果係經生產力調整後嘅工資就係勞工成本，按年增長率僅僅高過1%。而家一啲咧全部都投入咗去戰爭入邊，但喺戰爭爆發之前呢，並冇出現勞工成本通脹。喺戰爭爆發之前，亦都冇出現貨幣通脹。咁所以我哋而家面臨嘅係一個重大衝擊，而且大家似乎覺得個會係一個全面嘅升勢，會影響到整體嘅通脹。從統計數據睇，係嘅，未來3個月嘅通脹數字會好難睇，就好似當年中國推高油價嗰陣咁樣，貫穿咗2008年嘅大部分時間。但係到咗某個位，佢會打擊經濟嘅其他部分，打擊消費者需求嘅其他部分。實際上，
為通縮創造咗條件喺經濟嘅其餘部分。所以呢個咧就係我想講嘅重點咧。你知我睇正在聯儲局，未睇下而家嘅聯儲局。而家各個央行嘅問題係佢哋對暫時性過持有慘痛回憶，喺新冠期間搞錯咗18個月。咁所以佢哋基本上係你知俗語點說話，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繩。所以佢哋而家好似驚弓之鳥咁樣，佢哋會好慢啊。我覺得佢哋會刻意放慢減息嘅步伐。佢哋你知格林斯潘，聽住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你知我哋係同薩達姆侯賽因打，唔係同一啲宗教領袖打。但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嗰段呢，係6個月嘅時期，沙漠盾牌行動同之後嘅沙漠風暴行動，基本上係90年8月到91年2月。格林斯潘減咗成5次息，佢當時冇加息，而油價由每桶15美元升到40美元，就係升咗超過1倍。如果今次都係咁樣，油價就會去到每桶165美元。如果好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咁樣升法，睇正在嘅節目嘅人大部分可能都唔記得，但我夠老，因為我當年已經入咗行，我仲記得好清楚。而且通脹喺接落嚟嘅1、2、3年入邊呢，大幅回落，所以係我覺得我哋仲係處於一片不確定性之中。我唔覺得今日發生嘅事有啲咩特別嘅，我哋只係見到 Donald Trump 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可能係想釋出一啲善意嘅啫。但係正如人哋所講，雖然我唔係軍事專家，但係打仗嘅時候，對方都有權發表意見。我唔知，即係好似伊朗人咁樣，伊朗人經歷過嘅嘢，你想象下，佢哋承受過嘅痛苦，佢哋遭受過嘅毀滅性打擊。但我一直都有寫方面嘅嘢，大家必須要了解個政權同埋伊朗人，佢哋有能力造成巨大嘅痛苦。我係指佢哋向以色列嘅住宅區發射集束炸彈，係集束炸彈。佢哋承受痛苦嘅能力係我哋西方世界完全冇法想象嘅。就係我國家喺1980年代同伊拉克打咗場8年戰爭。佢哋損失咗超過20萬條人命，20萬條人命。我係話喺美國，我哋損失幾個士兵就已經係舉國哀悼。以色列都係一樣，佢咁損失幾個士兵係舉國哀悼，同對生命嘅價值觀。Maggie 佢哋損失咗超過20萬人，而且咧佢哋仲送細路去前線。所以咧基本上咧同種激進狂熱嘅神權政治意識形態對抗，而佢哋嘅能力，而家 Donald Trump 咧出於政治考慮釋出善意，或者係因為股市下跌。雖然上個禮拜佢好似唔覺得係咩大問題，佢話物價升幅遠低於佢嘅預期，所以好難知道件事到底係點樣嚟嘅。我係話每個人都想戰爭結束，但係點樣結束？如果伊朗可以翻去話我哋贏咗場仗，咁樣代表乜嘢？咁所以呢度我會討論股市會出現一啲反射性嘅正面反應，風險偏好增加，可能都只係好短暫啦。因為有人會話我哋喺件事上面使咗咁樣多錢，將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嘅比例由5%推高到8%，因為我哋要補充所有用過嘅軍備，仲要處理所有破壞，所以到底值唔值得？但係目前咁話咧，市場正喺度渴求任何嘅求下你哋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個先係最重要。係個就係佢睇嘅反應啊，個係對全球經濟嘅扼殺，但係之後會點？你知個係一個更大範圍嘅，可以話係地緣政治問題。咁想翻轉頭，其實係我哋發動咗一場戰爭，或者可以話係個階段嘅戰爭。因為自從1979年以嚟，我哋一直都係一個戰爭社會。但係你可唔可以想象到，件事完咗之後，伊朗人會覺得佢冇贏咗啦？係，我諗你講出咗點解好多人對件事係咪完咗持懷疑態度，因為牽涉嘅利益實在係太龐大，直就係難以想象噶啦。如果冇一個
好明確嘅結果同埋重新開放個貿易，而美國就咁樣走咗去咧，佢哋會揾一個留低任何模糊空間嘅退場方案。等我問你個問題咧，個係 Akash 提出嘅一個好問題，究竟高油價定係強美元嘅風險更大？毫無疑問係高油價，毫無疑問而家主要原因係高油價嘅美元走強。你知係有利有弊嘅，因為你可以話美元強咗會削弱競爭力，令到美國嘅競爭力下降。但係另一方面，佢確實有助於降低進口價格，所以強美元呢有助於降低我哋從國外買翻嚟嘅衫、家私同埋車嘅進口價。所以強美元呢其實係一件好事。你可以話咁樣唔係，我係話對新興市場嘅話會有問題，係咪？佢要視乎佢升得有幾快。但係咧強美元啦，你知好似嗰段時期咁啊，喺2015、2016年咧，當新興市場貨幣大跌嘅時候，嗰陣咧就係強美元係由大規模嘅資本外流引起嘅，特別係由中國流出。你會同我講中國會將人民幣貶值，佢可能會引發不穩定嘅因素，但係你永遠都說服唔到我，嗰係一個獨立事件。強美元係一件衰事，佢唔係衰事，亦都唔係好事，我再次造成咗相對嘅轉變。而家你會話油價上漲，因為我係話求其一個阿貓阿狗上有線電視都會話啊，但係美國係能源淨出口國，所以咧油價上升咧其實係有淨收益。從國際收支嘅角度嚟睇，但係話翻轉頭係，當我成日聽到話我哋係能源淨出口國，所以高能源價格對美國有好處。個分落咗分配問題係對於佔股市3%嘅能源股嚟講係好好，但係對於消費者嚟講咧，佢哋嘅佔咗經濟嘅70%左右就唔係咁樣好咯。所以你見到對經濟嘅分配影響明顯係負面嘅。你知加拿大嘅人會笑種論點，因為加拿大一直都係能源淨出口國，但係每當出現影響全球經濟嘅重大能源衝擊並打擊消費者嘅時候，喺加拿大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60%，而唔係70%。因為我成日話我哋冇理嘅咁樣自戀，係60%仍然係經濟中最大嘅部分。咁所以唔係能源價格衝擊實際上對有更惡劣嘅影響啊！我諗每個人都感受到咧，去加油站入油咧，就好似對消費者即時徵稅咁樣。金融人專問啦，你仲睇好實物資產咩？定係而家觀望一下比較好嘅喎？我哋簡略提過黃金，佢最近跌得好勁。但如果你將眼光放遠啲，你係咪睇好中長期嘅實物資產？即係定係你係，但唔係而家好。所以你知道。就好似我有咁，所以喺 Rosenberg Research， 我哋有一個投資組合模型，我哋已經用咗超過3年。其中一個前提係，你知道能產生可靠現金流嘅實物資產，但係而家我已經減持咗，我持續當金價喺舊年10月度啦，升穿每盎司4000美元嘅時候，然後佢就好似拋物線咁樣升，我係話。佢呈拋物線上升，白眼亦都係咁。我係話嗰陣我一直係長期睇好黃金啊，而家依然係，但係金價好容易回落到4000。你會話咁都係差唔多，我睇你嗰度唔遠。但係我哋成個過程一直在度獲利回吐，我哋清咗白銀嘅倉位喺1月嗰陣，當時佢睇落好似1999年嘅科網股咁樣，簡直係睇落太離譜啦。任何睇落好似垂直上升嘅，唔係嘅，我唔係咁睇。你知道嗰度有好多投機活動啊，而且交易過度擁擠，就算你中意都係咁樣話啦。但係正如我成日話，你要同伴侶結婚，唔好同你嘅預測結婚，預測係唔會愛翻你嘅。咁所以我哋嘅投資組合就變咗黃金，我哋已經大幅減持咗啦。但係如果再跌多10%左右咧，我可能會重新入場。但係目前佢話我要喺投資組合入邊騰出空間俾我最有信心嘅嘢。我而家對黃金嘅信心比以前細咗，我而家對實物資產嘅信心
亦都比以前細咗。但係如果你3個月後再問我係話一啲都要視乎情況，我可能會重新投入嗰項交易。你知道有一啲嘅我哋冇買，好似我哋依然睇好管道同能源基礎設施，亦依然持有稀土，我哋仲持有嘅，所以入邊咧仲有實物資產嘅倉位，但係比以前少咗。我哋做咗啲乜嘢？我之前講過，我哋要騰出空間，我哋必須賣出一啲咁樣買入另一啲咁，所以我哋減持咗嗰啲硬資產嘅倉位，去把握一個每10年先出現一次嘅機會。我認為目前市場對央行嘅行動存在錯誤嘅睇法。而家收益率曲線嘅前端咧變動得非常之劇烈，跟住我行係有假設嘅推導出結論嘅。如果我啱央行唔會加息，實際上下一步行動將會係減息，而唔係加息，而且可能要等到今年下半年先會發生。嗰段時間仲好遙遠，而家先係3月。單靠投資2年期國債，你就可以獲得唔錯嘅風險調整之後回報。咁所以我建議持有加拿大同美國嘅2年期國債。如果你對未來12個月個倉位有6%嘅正回報感到滿意，唔係我唯一持有嘅資產，但係你知道個係一個安全邊際，唔會令你受損，特別係考慮到目前嘅定價。係，所以個係我最有信心嘅投資。但係如果你1年前問我，當時我喺你節目都話黃金先係我最有信心嘅交易。但係盡管大家對金價感到焦慮同不安，金價同1年之前相比仍然升咗超過50%。如果我1年前喺你節目度同你講話我要話俾你聽一啲嘅，我有個水晶球，黃金喺未來1年會升50%，但係一啲人會因為黃金而想割乜自殺。一定會問啊，你喺度話定係咩？大哥就係我哋目前嘅處境，冇錯啦，因為個係近因偏差一切都係相對於之前嘅水平。每個人咧都只係將最近嘅經驗咧推斷到未來，但問題係，我認為如果金價跌穿4000美元，我哋可能會再進行一次資產配置。所以而家聽住，而家係技術面主導，淨喺度交易，我仍然係一個長期投資者，但係問題係你總係需要保持一定嘅戰術性，所以我會話我哋投資組合嘅一半係主題性嘅長期投資，唔好喐佢，買入並持有。咁但係另一半係戰術性嘅，當機會出現嘅時候，例如如果你認為央行真係會加息，我覺得個諗法好瘋狂，因為佢哋要加息到幾多先可以對抗次公園衝擊，加到10%，佢哋會將聯邦基金利率加到幾多？7、8、9，合適利率係幾多？然後我哋要做乜嘢？摧毀經濟，我哋會摧毀經濟，並且提供。我哋而家面臨正在人工智能衝擊，係一把雙刃劍，是否？我哋面臨正在由私募股權同私募債務引起嘅信貸衝擊，我哋仲有戰爭衝擊，然後我哋仲要再加上一個利率衝擊。當然，而且我哋仲要同時有能力償還債務。順便提下，當你話正在你嘅投資組合嘅時候，我知道你喺方面有一啲令人興奮嘅新動向，所以我哋先賣個關子，請關注 David。咁樣當佢有相關消息公布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確保獲得最新資訊啦。我見到你哋好多人喺度討論美元奶息理論，如果你仲未睇，去睇下我同 Brent Johnson 嘅對話啦。喺 Substack 上邊咧，佢有我唔想話係一套新嘅美元理論啦，但係佢對方面嘅諗法係不斷演變，正在非常非常之有趣，一定要睇下。Chris， 我哋已經答咗你關於咗 Rosie 點睇通脹大幅回落就係短期債券。Eric 話咧，如果戰爭結束，我哋先幻想下，如果戰爭結束，你會唔會睇好後市啊 ，David？ 我唔太清楚你指咩，其實我覺得你應該係指股市啦。個問題好合理，但係你知一啲都係相對嘅，我會比而家更加睇好。咁但係我會保持克制嘅，因為首先 Maggie 咧，正如你所講，今次油價回落嘅速度會比較慢啦。雖然係會跌，但係唔會翻去戰前62蚊嘅水平。好，所以樣嘢會對消費支出造成問題。就算當時油價跌咗，都不足以話損消入息稅退稅。而家已經冇人再提入息稅退稅，因為一啲錢都用晒咁啦，咁所以最
理想嘅情況係油價唔再升，仲會跌翻少少，但係至少喺未來咧，甚至一年內都唔會翻去戰前水平。但我會唔會係我諗我哋可以老實說呢？如果戰爭結束，我想知結束戰爭嘅條款係點。但係我會比而家更加睇好，但係要記住仲有其他風險，好冇？而家嘅人工智能交易同一年之前嗰種水漲船高嘅情況已經唔同。而家人工智能幾乎你要去分辨邊個係贏家，邊個係輸家。除此之外，我好擔心贖回同限制贖回帶嚟嘅後果。個係超過2萬億美元嘅私人信貸市場出現裂痕嘅早期跡象。樣嘢令我諗起2007年夏天按揭市場發生嘅事，雖然唔完全一樣，咁所以而家仲有其他嘢發生正在令我依然感到憂慮。但喺邊際上，如果場戰爭成功結束，貿易重開，不知點解出現咗大和解嘅時刻，我唔知會點發生，但係假設真係發生咗，我會變得更加睇好，我會變得更加睇好，我會喺投資組合入邊增加更多 beta 值，而第二件唔可以再低，就係咁樣。係啊，所以個問題好易答啦。但係我會唔會變成一個堅定嘅好友？唔係，但係我會喺投資組合入邊增加風險，絕對會。我好高興你提到私人信貸，我哋不如探討下點，因為你講得啱，電視幾乎佔據咗所有嘅注意力，但係仲有其他問題，我哋亦都要提下，好似政府停擺嘅部分。我意思就話隨便地一個你想關注嘅問題，但你覺得私人信貸會唔會變成系統性問題？係咪存在風險呢？因為雖然我哋見到啲問題湧現，但係仲有嗰種論調咧，話佢係被隔離咗嘅，佢唔係主要銀行體系入邊，不似以前嘅按揭貸款咁樣啦。我對點深表懷疑，但係會都做到反思，係咪因為金融海嘯同埋近因偏差，就係有冇漏咗啲乜嘢咧？因為當年佢都係咁樣講啦。之後我哋發現每個人嘅資產負債表都有 CDS， 而且冇人知交易對手風險咯。or 市場入邊有一個角落正正話俾你聽，你係啱嘅，你100%正確，因為件事同戰爭無關。但係有人要解釋下點解地區銀行直到上個星期五收市咧，會由高位咧下跌咗26%。點解消費金融股會跌咗20%？消費金融股同地區銀行而家都處於熊市，咁佢哋同伊朗戰爭有啲咩直接關係？所以你知地區銀行係私募股權同私募債務嘅主要貸款人，所以嗰度就係你嘅煤礦入邊嘅金絲雀。我希望個唔係系統性風險，亦都有可能係我甚至唔會嘗試去預測佢。我真係想話俾你聽，私募股權同私募信貸資助咗啲初創公司，特別係軟件行業，係好大嘅融資來源。點解？因為一啲公司冇辦法喺大型銀行獲得信貸，單係一啲喺過去3年每年就為 GDP 增長貢獻咗至少0.5%。而家你會話0.5%有乜大不了？喺30萬億美元嘅經濟體入邊咧，0.5%絕對唔係小數目。特別係當你睇下運行率嘅時候，喺修訂咗第4季 GDP 之後咧，美國嘅 GDP 增長運行率係1.7%。所以如果你因為信貸正在縮而扣除咗0.5個百分點，係因為我哋啱啱切斷咗初創公司嘅重要貸款渠道，嗰部分已經冇咗啦。我哋甚至都未講到系統性風險。然後問題就會係而家勞動力市場發生正在咩事？勞動力市場正係崩潰。你可以話全部都係供應問題。我意思係聯儲局同央行行長會話全部都係供應枯竭。鮑威爾喺上次會議嘅話台上話供應嘅下降幅度同需求一樣大。我唔在乎。過去1年就業完全冇增長，所以你可以話係供應或者需求問題，但係就業係冇增長。經濟嘅組成部分係咩咧？就係就業同埋生產力。咁所以實際上
我哋舊年遇到種不尋常嘅情況，美國經濟增長嘅93%，93%都係嚟自生產力。勞動力市場咧突然之間變咗做配角，但係你要知道，一啲先至係收入來源。稅收經濟消費者表現得咁樣好嘅原因呢，係喺實際可支配收入幾乎冇增長嘅情況下呢，因為勞動力市場疲軟加上頑固嘅通脹，實際收入冇增長，但係消費支出仍然以大約2%嘅年增長率緩慢前行，係因為儲蓄率一直再度下降，因為最頂層到10%嘅人呢，一直根據佢哋嘅資產嘅消費啦，嗰陣係 K 型經濟嘅一部分。咁而家股市出現波動會點啊？好似儲蓄率要繼續下降啲，支持消費支出咁樣咧，喺就業冇增長嘅環境底下咧，你需要股市繼續上升。而且在場戰爭開始之前呢，股市基本上已經有成5個月冇乜起色，幾乎可以話股市毫無進展，所以係有理由擔心嘅。雖然有板塊輪動，資金由增長股轉向價值股，但係整體市場係原地踏步。咁所以當股市冇起色，無論有冇反彈都好咧，儲蓄率停止下降，就業又冇增長，我對嗰種係因為供應枯竭嘅觀點完全唔認同。你要知道，如果全部都係供應枯竭而唔係需求枯竭，咁樣失業率應該會下降，但係失業率並冇下降，名義工資增長應該會加速，但亦都冇加速，所以結論係亦都係限制我整體睇好情緒嘅原因。就係消費者，我哋甚至連我個宏大嘅法案福利都攞唔到，因為錢都入晒油缸。而此咧發生喺錯誤嘅時間，或者你可以話發生得合時啊，因為佢會防止消費領域出現災難啊，起碼佢哋會有個緩衝。但一啲退稅咧喺2-3個月之後就會消失，不過真係咪一個永久嘅收入來源？我唔係想聽落去太過悲觀啦，我諗我應。